博士在佛堂讲道理，研究易经的世书的经典呢，还谈那个 AI 人工智慧啊。你看《弥勒救国真经》主师行义，先佛解易经啊，解心经啊，解世书啊，解金刚经啊，说故事，百孝经、训中训、伦理孟子、大学中庸，好像世书都有训中训、圣训等等。你看那学历史的历史学者，你看李农这博士又是点传师经里的清净经的净，安安静静的静，左边是清，维摩诘经、生活伦理、生活易经，还有信无语录的理数和解，仁弘书院。